喺我嘅做法入邊咧，愛情咁應該係點嘅咧？好多人咧第一下就諗到係提升魅力咯，冇錯嘅，我哋都會去提升個愛主嘅魅力先。但係你要諗下咧，呢個可能係第一眼讓你心動嘅原因。點樣維持一段愛情落去咧？我覺得就好似我成日比喻，你要有好運嘅話，你會唔會唔洗面唔卸妝你就搽 cream 咩？你都會知道咁樣係護膚冇效噶嘛。所以其實要清理一啲舊有嘅能量，可能係前一段嘅愛情俾你嘅創傷，令到你好難再打開心扉去接受愛。因此咧，其實做一個愛情魔法，我哋可以去清理啦，或者去療癒一啲過去遺留落嚟嘅問題。你有空間去再接受新嘅愛。另外咧，都係可以降低人嘅防禦，因為咧有時人我好心動啦，我覺得佢好有魅力啦，但係咧，因為我嘅防禦心，我嘅害怕，我唔肯講出嚟，我唔肯好好溝通嘅話，都一樣會出現好多問題嘅喎。仲有就係可以提升兩個人溝通暢順啦。係啦，我主神我老細咧 Hermes 係溝通之神啊，所以我都好強調溝通，雙向嘅溝通係好重要㗎。又或者大家諗下塔羅牌入邊戀人牌，其實除咗講熱戀中嘅情侶，亦都係講可以同世間一齊去合作。或者另一張大家成日講會同愛情有關嘅牌就係聖杯二，佢都係講緊兩個杯係要互相填滿。咁樣先會讓愛可以流動。好啦，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啦，拜拜。